自我實現100日挑戰第36日。今日我有超級早起身，一起身我就寫咗剩翻少少嘅呢個情緒導向表，然後準時同阿仔返學。本嚟我有啲唔舒服，真係幾唔舒服，所以本嚟有啲想唔去嘅，但係約咗啲媽媽開會，所以呢，為咗省慳時間，我就寫咗個 agenda 先正出門，將全日要做，將成個攤位要做嘅嘢分成6個 task， 跟住去開會嘅時候有好冷靜咁面對一個逆境，但係然後有諗方法完成啦。跟住呢，就寫咗9個家庭運作想法同溝通嘅9句重點，喺好短時間裏面 share 咗出去，跟住再引導媽媽幫手做好佢哋嘅 task， 跟住呢，就有準時去接阿仔放學，仲有同阿仔一齊去聽故事，一人做咗一隻牛。有時我食完奶油係拍我有去做故事翻嚟。我有食完媽咪喺度呃我，有冇呃你？有食完媽咪喺度整蠱我，有食完媽咪喺度我拎嘢，跟住半死唔活咁。半死不活，媽咪有啲唔舒服啊！跟住全日都有遇到好多事，阿仔救咗我4次，因為我病咗亂過馬路，懵定定嚇親阿仔之後過馬路係咁。好得意啊！跟住翻嚟之後，我仲完成埋後尾嘅 task， 仲同婆婆一齊煮飯，煮咗好豐盛嘅飯，然後夜晚我哋仲有得食零食，就係剩翻嘅餸。仲有一樣嘢，係呢個攪棍嘅杯，跟住仲有後尾終於完成咗個圖，用 Canva 畫咗100個22幅圖，23幅圖，24幅圖，然後 send 俾啲媽媽一齊去報價，去幫手做圖、做卡、去報價、做攤位。自我實現，俾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抱得甜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。拜拜，拜拜。我哋一齊大家。不要咁樣食。